经济部有答应讲要甲高雄的大社工业区降做污染较低的一种的工业区。那安尼，石化业就要关门。当地石化产业工会关到未来会若关门，劳工就会无头路，所以成立自救会，讲伫即个月26要发起万人大游行，上街头维护家己的工作权。不劳权，不劳权。大社环江边劳工自救会14即天成立。 因为烦恼大社工业区降变一种工业区，当地石化产业可能拢爱关厂。大社工业区年产值1000亿元，产品以内需为主，占国内需求高达60%。一旦江边为一种，业者各项操作许可证及环保证照将无法展延，等同官场一途。官场影响的不只有区内的员工与厂商，也会渐渐影响民生经济。 目前大社工业区有12间厂商，员工2700多人，因平均的年岁差不多45。若是中年失业，对家庭影响真大。现场30多间石化产业工会来声援，嘛有学者认为，大社石化产业未来一定爱迁厂，上好是豆豆啊降边。我是赞成先降为甲种的啦，好。 然后等那个政府能够找到适合的地点，甲刷厂的时阵较来降为一种的，安尼可能较好啦。爱较紧找到一个适当的所在，互大社工业区以及的石化厂会当迁去遐。 不过，赞成降边的环保团体认为，大社工业区降边是20多年前就决定的代志，是经济部拢无处理。经济部其实一直拢无把这个代志好好啊来面对，好好来处理吼，所以伊就希望讲先降做甲种的工业区，再来刷做乙种的工业区，但是足早就已经决定要做乙种的工业区，所以我想讲大社工业区内底的厂商，其实因嘛是拢知影。 目前大社工业区案搁伫个内政部审议，中央甲地方政府、劳工甲环保团体也未有共识。劳工自救会暗算，要伫个26发动万人大游行，捍卫工作权。记者邓亚军、赖伟做高雄报道。